歡迎收聽有聲專欄。今集嘅主題係改革黨、俄羅斯與腐敗，法拉奇嘅自由幻國。英國右翼政壇近年聲勢漸起，改革黨自詡為民意代言人，以反建制、反精英作為號召。但係隨住前歐洲議會議員、改革黨威爾斯領袖呢份嬌承認收受俄羅斯代理人賄賂，呢一股新有力量嘅光環瞬間轉為陰影。呢個亦都唔係單一醜聞，而係一面鏡，照出法拉奇同埋佢嘅政黨一貫嘅道德真空。呢份嬌同埋法拉奇嘅關係非淺，兩個人喺布魯塞爾共事多年。嬌被形容為法拉奇嘅左右手，如今佢被揭發按克里姆林宮指令發表親俄言論，批評烏克蘭政府壓制媒體，為俄羅斯洗白侵略形象。所收嘅金額雖然唔算好大，咁但係性質超然若揭。呢個係情報滲透嘅政治交易，係以言論換鈔票嘅國際賄賂。改革黨嘅愛國口號喺呢度顯得格外諷刺。面對醜聞，法拉奇選擇切割，聲稱震驚，毫不知情。但係如果佢嘅親信多年嚟為俄羅斯傳聲，佢嘅無知一係就係講大話，一係就係失職。更何況法拉奇本人對於俄羅斯嘅態度早已令人側目。2014年，佢稱普京係佢最欽敬嘅政治領袖。2024年，佢又指西方挑釁導致普京入侵烏克蘭，試圖為戰爭尋找藉口。即使事後改口稱普京係壞人，亦都難掩多年嚟對於威權嘅傾慕。法拉奇以反精英、反歐盟起家，佢喺實質上面迎合咗另一種更加危險嘅權力崇拜。改革黨表面反對權威，骨子裏就嚮往強人政治。佢哋高呼主權、自由，但係所理解嘅自由只係免於約束嘅肆意。所謂主權就係讓國家向內收縮，向外退縮。呢一個咁樣嘅政治唔係對抗體制嘅勇氣，而係向威權獻媚嘅軟弱。俄羅斯滲透歐洲政界早非新事，佢善於利用邊緣政客嘅不滿同埋貪婪，收買喉舌，播下疑慮。改革黨正係最理想嘅土壤，既懷疑西方，亦都敵視主流，既貧乏資源，亦都渴望關注。呢份嬌嘅墮落唔係偶然，而係呢種政治生態嘅必然結果。法拉奇同埋改革黨嘅核心並唔係為改革，而係崇拜權力、輕蔑民主嘅一班人。佢哋以民粹為旗，但係就以獨裁為伍，口口聲聲話愛國，實質就係踐踏英國民主嘅根本。選民如果俾佢哋嘅口號迷惑，最終失去嘅唔單止係政黨嘅清白，更加係整個國家嘅判斷力。多謝收聽有聲專欄，臨走前請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，聽日再見。